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！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鸿牧师。今天2月1号是农历大年初一，祝大家新年蒙福。我们要分享的是扫除隐藏的罪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7章22到26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约书亚对亚干说：你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灾祸呢？今天上主要降灾祸给你了。于是民众用石头打死亚干和他的家人，烧毁了他所有的东西。约书亚记7章25节。弟兄姐妹，盼望你在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天天蒙福。我们知道，为要迎接新年的到来，家家户户都会除旧布新，扫除隐藏的污秽。在我们面对过去的失败，你是如何面对？约书亚从爱城的失败，活在埋怨当中，得到上帝的启示，决心寻找出失败的原因。他决心扫除障碍，不让罪恶影响他们前进迦南。要找出罪魁祸首，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以色列的壮丁，你知道吗？就有将近60万人的情况下，要找出祸首，真的不容易呢。昨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由约书亚有智慧来选出犹大支派，他指认出亚干，而亚干也承认他得罪上帝，违背与上帝立的约，取得那些要献给上帝的东西，他把它视为是战利品啊，这是挑战上帝的权威，因为上帝都吩咐过了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贪婪和不顺从的罪。这个罪不只是个人的问题，更会影响到以色列全体。上帝要约书亚严肃来处理这个问题，所以约书亚派人到帐篷那里，果然发现那些必须毁灭的东西埋在地下，而且银子是在最下面。哇，我们看到他们把这一些东西都搬出帐篷，然后带到约书亚和所有以色列人民那里，完全摊在上主的面前哦。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民抓住亚干，把银子、外袍、金条，连同亚干的儿女、牛、羊、驴、帐篷和他所有的东西都带到灾难谷，用石头打死，并把所有的东西都焚烧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不是只有一人犯罪一人担，而是连坐的，连带影响到他的亲人。亚干的犯罪过程，我们有4个阶段，看到罪的连贯性还有步骤。第一个是我看见，我贪爱，我拿去，我隐藏，就把它收藏起来。我们看到，因为眼目的欲望，使亚干深陷罪中，内心想要，然后就行动去拿，就导致犯罪咯。他不但自己要面对审判，并且拖累全家和以色列人。我们也知道，因为他的缘故，爱城之役失败了，结果死了
36个人。你知道借由除去因为亚干犯罪而蔓延至全体的污秽，上帝的烈怒止息了。亚干的犯罪是因为自己没有克住自己个人的贪欲，导致他所犯的罪影响层面不断的扩大，所以上帝对罪进行严重而坚决的处置，而人在罪中大多想要隐藏，导致行事与上帝的应许越离越远了。所以我们要想说，属上帝的人若想要恢复与上帝同行同在的生活，我们就必须要将个人或群体隐藏的罪完全来清除。就好像我们要过新年一样，我们会大扫除，把平时不会清扫的区域打扫干净，把那些桌椅挪开，污秽完全扫出来，让生活环境住得更舒适。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灵，扫除那污秽我们内心的贪念和罪恶。祈求圣灵来同住，他喜欢住下来。我们来默想，看到上帝透过约书亚严厉来处理亚干的罪，你有何感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祈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顺从你话语，并且在信心上成长的儿女，帮助我们除去隐而未现的罪，或者是隐藏的罪，让我们能够恢复与您的关系，让您能够与我们同住同行，帮助我们持守个人与群体的圣洁，让我们所思所行都蒙上帝的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在新的一年都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